即摆物件是万行拢起，业者的成本嘛也悬。伫金车甲乌上宣布调整产品的价格了后，泰山嘛宣布要起价，因部分的饮料差不多会起20%。拜六卖场人真多，不过爱啉饮料民众爱注意啊。有名的食品大厂泰山宣布，冰的塑胶罐仔系列的饮料535cc 由25块起到29块，贵4块，起号26%。冰的柠檬红茶1250cc 起到48块，2000cc 起到58块。也若香吉士塑胶罐仔饮料550cc 系列由25块起到30块，起号是20%。我是感觉起2块好啊。为什么？我一摆跳济啊，这经济佫歹啊，这头路都袂生活哩啊。我影响不大，因为我也很少在喝这个。泰山讲，去年塑胶罐仔系列的饮料一箱，敢若是不料成本就比2019年贵16.4%，国际糖价也一直起。去年9月原糖机会介绍起到27.72美分，甲2022年年底的收盘价比较，起号达到46.06%。公司已经家己吸收成本真侪年啊，也毋过真正是挡袂牢。那再加上像糖价也好，或者是国内的芭乐涨幅，几乎都已经是跟去年相比，大概都是成长了50% 左右。所以其实在这几个加总的元素下呢，我们真的是也是必须要针对成本做一些适度的调整。反映成本的品牌泰山已经不是头一间，17年无起过的包括利水滴，去年11月起也起价，平均贵4块到5块。乌上萨士3月7也正式起价，怪那种的乌上萨士系列起号达到25%，民众感觉这物件是愈来愈贵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